點解拉力賽嘅車手都咁中意漂移過彎呢？型啊！而喺 F1、房車、勒芒等賽事卻幾乎見唔到漂移嘅身影。咁係因為拉力賽嘅賽道都係泥地、雪地、沙石等非鋪裝路面，甚至有時候會遇到大雪、大雨等惡劣嘅天氣。呢啲因素都會導致輪胎嘅觸地力唔夠，非常易打滑。如果想通過常規嘅走線方式過彎，就要將車速降到好慢先可以安全通過，唔係就好容易推頭失控，導致賽車損壞，無奈被逼退賽。所以拉力賽嘅選手會更加中意用漂移過彎，喺保持轉速嘅同時，亦都能夠喺出彎之後瞬間提速，全程油門看死，簡直就係貼地飛行啊！所以個人認為 WRC 呢種世界級嘅拉力賽真係要比其他賽車賽事要好睇好多啊！每台車都好似瘋狗一樣，觀賞性直接拉滿。有興趣嘅大家可以到懂車帝 APP 搜索 WRC， 查看世界拉力賽各種資訊同視頻。